為迎接國際旅客到訪，市府觀光旅遊局特別安排具有台南傳統文化特色的藝陣表演，迎接貴賓。現場氣氛熱烈，吸引不少的旅客來翕相留念。這屆海洋富士號的旅客主要以日本和歐美為主，屬於高端的旅遊族群。有不少的日本旅客是頭一屆來台灣，這屆在台灣只停留高雄、台南、甲在基隆。雖然在台南只停一暗，但市府也是期待透過完善的市區觀光安排，要讓旅客體驗台南甲日本歷史連結的城市風貌。來自日本的三井海洋富士號來到安平港，那中間有相當多的這個遊客要來台南市區觀光，我們將會引導這些來自日本的貴客，能夠來到台南飽覽我們府城的風光，尤其最北還要拉到南鯤鯓太天府，那這個是高價團、高端團，所以說很多日本的民眾有些是第一次來到台灣，那在高雄、台南跟基隆分別停留，那我們也希望說這些來自日本的貴客能夠體驗我們台南的民眾的文化，雖然只停留一個晚上，但是他們的市區觀光尤其台南有很多日本時代留下來的一些建設，我們都很歡迎日本的觀光客來體驗。市長除了親自致敬農特產的果乾，甲着觀光的作業，另外嘛向着國際旅客來推廣台南優質的伴手禮，甲着經典的觀光遊程，讓到訪的旅客會用個展開半日，或者是全日的旅程，深入探索台南的歷史文化，甲着城市的魅力。台南新聞林根採訪報道。